伫咧彰化鼻头乡的私立明道大学，红连这是专案辅导学校，限期改善时间是到5月31。教育部伫6月初5也要调开退场审查会议，看安怎来处理。不过，这间学校已经是连续4个月欠教职员工薪水咯，教职员的自救会早起也去到教育部订正。下个月发薪，为什么没有？有支票进来了，还是没有？为今年2月开始，连续4个月无摕到薪水，明道大厦大部分教职员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。自救会长讲，有人是无法度拿厝的贷款，阁有人向伊借钱来买中昼顿，没有钱买午餐的啦哈。那所以这是影响到100多个家庭的生计。为什么薪水欠4个月这么久，才决定到教育部来订正？会长讲，除了相信董事会一直讲会有资金入来，嘛烦恼伤过早订正会影响学校的形象。相信董事会，相信校长的话，只是问题说不晓得哈，他们会这么大的困难哈，会失信。自救会是希望教育部来马上启动退场的机制，介入来解决薪水的问题。教育部表示，后礼拜一已经排定退薪会，新任明道大厦监事解读专府，也毋过按即卖法规，就算学校退场基金是无法度代付退场正前的欠薪。依教师待遇条例是有规定，就是如果学校的老师有被欠薪，那时任的董事是要负连带责任，所以这一部分确实要找相关的法规去跟时任的董事来做究责跟追讨。自救会上想要解决欠薪水的问题，由原本董事会来负责任。司法工会指出，老师敢若会当家己司法救济，也是申诉爱证据。虽然自救会行动确实淡薄仔慢，教育部应该有更较侪积极的作为，互因协助。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。